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喺呢片青山前面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喺生活入面，我哋成日都會對人許下承諾，有啲人講完就算，但有啲人嘅一句話，竟然比黃金仲要貴重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嘅成語叫做一諾千金。故事發生喺秦朝末年，當時有個叫季布嘅人。季布呢個人好正直，而且非常講信用。喺江湖上面，大家都好敬佩佢嘅為人。當時流傳住一句說話，話得到黃金百斤都比唔上得到季布嘅一個承諾。後來季布因為得罪咗皇帝，被逼周圍流亡。雖然朝廷出重金元想要捉佢，但係因為季布平時做人太有信用，曾經受過佢恩惠嘅朋友都紛紛冒住生命危險保護佢。最後就連原本想捉佢嘅官員都被佢嘅人格魅力感動，反而幫佢向皇帝求情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信用係一個人喺逆境入面最強大嘅護身符。其實一諾千金指嘅就係說話算數，唔會失信於人。錢財雖然緊要，但係人同人之間嘅信任係用再多嘅錢都買唔到嘅。做一個誠實守信嘅人，先至可以贏得人哋真正嘅尊重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